大家好，我係校園電視台記者劉天欣。今日係2016-2017年嘅運動會，我哋校園電視台會為大家帶嚟一連串精彩嘅片段，係唔係好期待呢？就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啦！大家好，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閩僑中學嘅周富雄校長。你就嚟要開始跑嗰個畢業生起步跑，你會唔會同佢哋一齊跑啊？應該就唔會啦，因為咧我一想欣賞佢哋咧享受咧中六咧最後一次嘅陸運會嘅賽事。哎呀，真係可惜啊！諗住睇你去同佢哋一齊跑添。咁呢一班中六嘅畢業生就嚟要畢業咯喎，有冇啲祝福想送俾佢哋咧？嗱，我期望佢哋咧就真係攞起運動場上嘅精神，做好最好嘅準備，全力以赴咧去走人生將來嘅每一步。要贏自己先，然後再贏人哋。多謝周富雄校長做我哋嘅訪問，多謝。各位中六嘅同學加油！我呢邊嘅，好，我哋1、2、3，好，唔該晒。喂，朱學，今日咁似前嘅？出啲啊嘛。1、2。好，呢邊，我哋呢邊，工程幾高啲喎？將佢睇下。預備。大家好，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第社嘅社長。社長，我想問下你咧，就嚟要接力咯喎，即係社接力咯喎，你嘅依家嘅心情啊，感覺點啊？我對第社嘅社員有信心嘅，咁盡力就得咯。咁老師你又點覺得呢？一樣啦，即係盡咗力，為咗社去盡力就好好噶啦，已經係。好，大家好，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中社嘅社長，依家係接力賽啦。你對呢個接力賽有冇信心啊？我哋信心好大嘅。咁你覺得你自己呢個接力賽會唔會贏啊？贏，我當然想贏啊，但係都好大機會會贏噶，因為你睇下我哋啲隊員幾咁鼎盛，我哋嘅接力陣容幾咁鼎盛。好，咁我希望你哋贏到呢
呢個接力賽啦。多謝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信社嘅社長，社長你好啊。你好啊，我都知道咧，你哋信社咧喺嗰個社際比賽社際接力賽嗰度拎到第一喎，心情如何啊？咁開心就固然㗎啦，咁其實咧仲好咧，都好震驚啦。我哋最初係冇估到會攞到咁好嘅成績啦，咁當中咧要多謝咧，就每一位社員嘅盡心盡力參與，咁先可以得到就咁好嘅成績嘅。男子個人有全場冠軍，分別咧就係中社嘅馬正亨同埋第社嘅鄧國斌，而女子個人全場冠軍咧就係信社嘅林嘉欣。今日嘅賽事就咁圓滿結束啦，真係好唔捨得啊！唔緊要，我哋下年再見啦，拜拜。